咁啊，阿富哥咧就最近同我講，佢話：咦，佢準備有一個慈善活動，就上山區支持一啲農民啊，亦都支持最主要你就係傷健人上去，哇，好艱難，其實好艱難，一聽到就我都想唱一首一起走過的日子一齊去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拼多多有一個好處嘅，唔知大家知唔知？呢個其他嘅電商咧落嚟香港咧，果菜係唔落得嘅，係我哋拼多多咧可以落嚟嘅。咁落嚟咧，當然啦，落嚟就要包裝好啦。咁我做咗幅圖出嚟俾大家睇下。呢個咧荔枝嚟嘅喎，呢個咧就係東莞嘅荔枝，東莞荔枝。咁如果東莞荔枝你而家上網咧喺拼多多有得賣嘅，不過就貴少少，因為佢係直道嘅，直接由東莞，咁喺2日內咧就落咗嚟香港。咁其實你而家去買咧就免郵費啦，其實你買1蚊都免郵費喎。我哋公司有保證20蚊嘅每一件貨，落到嚟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去智能櫃嗰度攞，咁啊新鮮即食。而家黃皮啊，跟住龍眼啊，呢啲農產品都可以。咁如果上到去廣西嘅地方咧，更加農產品非常豐富，非常豐富咧。咁我其實同阿富哥講咗啦，只要你哋個 packing pack 好一箱箱，就一箱箱你哋會收到。